燕平，燕平，是我。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纪云啊，妈80岁生日，我来接你回家的。啊 不用怕，没事的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像以前一样，不会再送你进医院，送你去精神病院。你相信我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会再这样对你的。今天妈80岁生日，我是接你回家的。 记得这首歌吗？老太太，医生来电话说，乔董在别墅那边跟太太跳舞。燕贵呀，我这80岁的生日啊，过得真是太完美、太圆满了。妈，吃点吧。你已经1个晚上都没吃东西了，就算今晚的仗打输了，我们还有明天的仗要打呀。我不饿，我要等你爸，我要他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
妈，就算你要等，也要吃饱才有力气等啊。身体可是你的啊，快，我们吃一口好吗？来，妈。嘘，好像有人敲门，好像有人敲门。妈，爸他今晚不会来了，你相信我。过1个星期之后，他就会装得若无其事的又出现。不，一定是你爸来了。你爸不是无情的人，一定是他，一定是。妈，锦云，妈，怎么会是这样？不是说好了的吗？不是说好了的吗？为什么牺牲的永远是我呢？你跟我走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乔家。我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妈，我要等你爸。妈，他不会让我失望的，他会来找我的，我就坐在这儿等他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哪儿也不去。他不会，他会的，他不会，他会的，他不会，他会的。我说他不会。现在都几点了？如果他要来早来了。他现在一家人正享天伦之乐呢，谁管你的死活？你爸爸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他和那个女人结婚，那个晚上，我也是像今天这样，一直等，一直等。我知道他会来找我的。我等到了，我知道了，他会来找我的，他会来找我的，他不会让我失望。妈，你做这个梦已经做了20几年了，该醒了。你一等再等，你等到了什么啊？最后还不是见不了光，上不了台面。爸如果真的爱你，现在他身边的女人就是你，不是那个疯婆子。不许这样说你爸，他有他的苦衷，他有他的苦衷。对，也许他根本就没去那个寿宴。对，他也许现在就在来的路上。也许他被乔老太太关起来了。够了！走，你我起来，走，跟我走嘛！快走！我不去，我让你带我去受刑！我要做什么？走啊！兰雪。他选的真的不是我们母女俩。走吧。还好，我今天说什么，
都要带你去看一眼，否则你还被蒙在鼓里。会不会是老太太在场？你爸爸不得不做戏给大家看。妈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替他们找借口？你难道不知道爸是什么人吗？他如果只是带着那个疯婆子在寿宴上做戏，干嘛还演得那么像真的？还来个依依惜别、真情拥抱？别说了，妈，我知道有些话，如果说出来，就像一把刀子插在你的心上。可是长痛不如短痛，就算你不想听，我还是要说，因为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这样自欺欺人。爸可以骗我们，乔家上下可以骗我们，全世界都可以骗我们，但是我们自己不能骗自己啊！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不是没有想到，你是不愿意去想。你跟那个女人斗了20几年，当年她嫁给爸的时候，好歹还是个正常的女人。可是那时候你已经输了1次了，如今她当了20几年的疯婆子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她哪一点能跟你比？可是你还是输了呀。这笔账真要算起来，我们就是彻头彻尾的输家。不，还没轮到输赢的时候。就算今天晚上，老天爷眷顾他吧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他进了乔家，有了乔继云太太这个名分，你就已经输了。爷爷还在的时候，他生了乔静帆，爷爷就给了他10%的股份，后来又生了乔明娇，又给5%。就算他再疯再傻，她都是拥有乔氏股份15%的女人呐。有了这15%，这就是她的护身符。你拿什么跟人家斗？你拿什么？我对不起你，是妈对不起你，没能让你姓乔。我有时候想起这些，我真想扇自己的耳光。妈，妈，我从来都没有怪你，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命。乔家这道豪门，从来都不是为你开的。就算燕嫔有这个命，我大半辈子都过了。可你不一样，你身上流着乔继云的血，乔家一天不认你，我就一天不甘心。看不到你认祖归宗，我死不瞑目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们的辛苦不会白费的。现在凌天回到我的身边，爸又这么器重他，我还可以在他身边协助他。很快的，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，我都可以拿回来。这一天不会太久的。可是，凌天毕竟是你从婉清手里挣过来的，他今天能这样对婉清，难保有一天会……那是怪夏婉清太笨。你不是说过，我有着乔家的血，所以我跟他不一样。婉清一个人还好对付，乔家水太深了，乔家除了你爸，没有人会帮我们，恐怕这条路很难走。我不怕，我知道这条路怎么走，不管是谁都挡不住我。我们失去的东西，我会让他加倍的偿还。我知道，老天爷，他看我可怜，想弥补我，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女儿。我知道你自小就聪明，我也知道我做不到的，你都能做到，你一定都能做到。啊，乔董啊，怎么样？客人都散了吧？啊，散了散了。这个乔老太太已经回房间休息了，小窗跟金帆送客人去了。哦，今天晚上大家辛苦了。
你也操了不少心吧？啊，哪里啊？好在老太太满意，这80大寿总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。对对对。哎呀，我都好久没见妈这么高兴了。是啊，家和万事兴嘛。乔董啊，为了这个盒子，你费了不少心思，真是不容易啊。现在乔氏里里外外知道我难处的人，就只有你了。哦，那个乔董啊，你今天晚上关机以后啊，来凤仪给我的手机打了好几次电话，我没敢接。您看看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现在心很烦。你看呢？有什么好办法？我想过了今天晚上可能就没事了吧。女人嘛，哄哄总会好的。我已经很久没有骗她了。一个男人还愿意对女人说谎，这就是他最大的诚意啊。哎，我啊，你爸。喂，喂，是我老谢。怎么是你？纪云呢？是这样，那个乔董啊，他今天喝高了，我呢刚到会所来接他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今天晚上不是老太太80大寿吗？对，是，但是乔董啊，他今天心情不大好，他没有参加老太太的寿宴。刚才啊，我听到他在不停地喊你的名字，我看他是想给你打电话，我就替他给你打了一个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让这个乔董来接电话。乔董，哎，是凤仪。纪云，你怎么样啊？哎呦，你看啊，真不好意思，那个乔董他喝多了，都不省人事了，电话他也接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每次都喝这么多，劝也劝不住。哎呀，是啊，你说喝酒伤肝，不喝就会伤感情，这你也知道。是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把他安全送回家去。对。谢谢了。好，你看时间不早了，就不打扰你了。好，再见。那多谢你了。啊，不客气。妈，爸又在跟谢兆后昌说谎。这次，他干脆退居幕后，让谢兆后唱独角戏。妈，不要紧。男人只要还愿意对女人说谎，情况就不算太坏。他愿意演戏啊，我就陪他演。不过我不能保证，我还能演多久。刚刚吃饭之前，奶奶叫你去她房间，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不告诉你，害怕我们说你坏话呀。不说我也猜得出来。婉晴啊，虽然今天是奶奶的80大寿，但是呢，你也不要怪我没有告诉你。我想让你过来陪陪我，一起来吃顿饭。学的还真像。还有啊，我这个孙子太优秀了，太多女孩子爱他、喜欢他了。如果你真的爱上了这个花花公子，就跟奶奶说一声啊，奶奶帮你做主。我说中了吧？那你猜猜我是怎么回复他的？女人这种生物啊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我才懒得猜呢。
我呢跟他说：“奶奶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喜欢上他的。”难怪奶奶今天这么开心，皆大欢喜啊。好的。哎，明娇是不是喜欢谢创啊？自从她5岁那一年被谢创救过之后，就说长大以后要嫁给他了。那谢创呢？谁知道？我也看不明白。可能最近流行玩暧昧吧。有点饿了，吃饱了吗？今天没有，我看你也一直在忙着应酬吧。还说不喜欢我，一天到晚盯着人家看。哼，你像一只苍蝇一样在别人眼前飞来飞去，想不看到都难。吃点什么呢？啊，鱼翅鲍鱼吃腻了，你有什么好推荐啊？你定吧，蒋明主。有了。坐这儿吧。两位吃点什么呀2碗招牌炸酱面。好的，稍等，谢谢。你知道吗？做炸酱面的时候，精髓都在酱上。首先要选择好的黄酱，所以呢，里面的黄豆很重要。要选择最好的黄豆，还要把黄豆先泡一下，把它泡开。还有，这面条要用白面粉，而不能用棒子面，这样做出来的面条才不会坨在一起。还有，炸的时候要火候均匀，配料要调好，肉丁肥硕坚实，黄酱不能放得太多，这样出来的酱才香。醒醒！讲完了。哎，您2位的面。好嘞。好嘞。2位慢用。哇。我警告你啊，以后只能跟我一个人过来吃，啊？你是哪一位啊？干嘛要听你？未婚夫啊，什么都要听我的。臭美吧你！喝点什么？老板。老板，2碗炸酱面，再加2个荷包蛋，打包。好嘞，您先请坐啊。哎，这么巧啊！这么晚了，给谁买宵夜啊？来雪啊！你真好，女朋友听你的话，乖乖在家等着你。我就不好了，我去哪儿呢，女朋友都要死跟着我。哎呀，真烦人啊！先生，您的面啊，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那就不打扰了，公司见。小心开车哦。喂。还在乔家吗？要不要我去接你啊？不用，我现在在外面，一会儿金帆会送我回去。那好吧，挂了啊。好。我哥。快点吃吧，一会儿面都坨了。你吃吧。你呢？不是刚刚还喊饿的吗？饿过头了，不想吃了。喂，你那边好吵啊，在哪儿嗨呢？这边还没完，一会儿结束之后我过去找你。好了。
吃吧，吃完送你回家。快去吧，不要让你朋友等急了。老板，没单。好吃吗？甜度正好。哟，金帆送你回来的？他呢？怎么没请他一块上来坐坐？他也有事儿先走了。哦，今天特意请你过去是什么样的饭局啊？哎，我都没想到，今天是乔老太太80岁的大寿，去了好多人啊。哎呦，那咱不是失礼了吗？那怎么他们没早告诉你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只给我发了短信说让我陪他去吃饭，特意叮嘱我什么都别带。结果我真的什么都没带。你是代表我们夏家去的，不管怎么说也得做点表面的文章。你这孩子真没头脑，叫我怎么说你呀？我不这么认为啊。这乔老太太特地请婉晴去，然后又嘱咐她不要带礼物，可见乔老太太多重视你啊。哎呀，不是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万一是试探婉晴怎么办呢？乔老太太这把岁数，我告诉你，都活出人精来了。不会。哎呀，爸妈，你们不要再猜来猜去了。当事人不是在这里吗？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婉晴啊，你什么都没有准备，那乔老太太她没有生气吗？他不但没生气，他还送了我一个礼物。他说宾客送的礼物特别多，所以就随手拿了一件送我。哇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这一颗颗珍珠滚圆滚圆的，我跟你讲，50万，绝对50万。哎，你记得吧？那天我们吃中饭，乔老太太戴在胸前的翡翠项链，我告诉你，那就是一栋别墅的价格，绝对的，我告诉你。妈，你不要那么市侩好不好啊？我觉得你很适合到妹妹那个杂志社当娱乐记者。现在的人最喜欢什么？就是在指标上面，在衣服上啊、身上啊，看看这个是山寨的还是真的，说贵啊不贵啊什么的。人要不是理，名牌店都关门了。哎，你看我戴着怎么样啊？你还嫌不够多啊？就差一件嘛。婉晴这顿饭，我告诉你，绝对没有亏。何止没亏啊，简直就是一本万利啊！哎呀，哦，我说的是莫林天那个项目。哦，对，我们华朗投了20%的股，婉晴，你别小看这20%的股啊，将来可会发大财的呀。那你现在已经拿住了乔金帆，又攻下了乔老太太，那接下来的事儿你就放胆去做，打入他们的核心，帮爸爸看住这个项目，你就是华朗的头号功臣。你看啊，现在婉晴已经拿下乔金帆了，是不是？咱们把那个大工程交给婉阳。那婉阳，我告诉你，华朗上上下下，你的威信就竖起来了。妈，我可没有兴趣要什么威信。晚安。我也晚安。哦，晚安。乔继云啊，抢走了我一个莫林天，我就要给他要一个乔金帆。对。
几点了？7点25。你昨天晚上跟人家翩翩起舞，又吃浪漫宵夜，干嘛？打鸡血了？昨天的我已经死了，今天是今天的我，我已经复活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干嘛这么拼啊？你没看见？昨天晚上那个姓莫的，哼，那个臭不要脸的，我看见他，我就想一刀插死他。插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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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你看，这张最好。你下的多雍容啊！我喜欢这张，你看，大家照的都漂亮。哎，回头给我装个镜框，放在我屋里。妈，我们的全家照嘛，怎么可以有外人呢？什么外人？这婉晴怎么会是外人呢？她是金帆的未婚妻。哎呀，她只是一时气话。现在年轻人离离合合，不会太认真的。这次金帆可是认真的，你看，他8点钟就下来工作了。奶奶早。小董早，奶奶早。哎呀，真早，一大早就有资深美女陪吃早餐。你呀，你就是会哄人。奶奶，上午公司有一个行政会议，我去给金帆准备一下汇报事项，你们慢用。那你也得吃完饭再去啊。对啊，一起吃吧。吃吧。好，没事，我在车上看就可以了。有什么忘了，你帮我补充就行了。你呀，总是依赖小创。做男人的，想做大事情，就要把小聪明变成大智慧。既然以后你们父子2个早上都要去上班，不如就坐1辆车好了，又环保又省事儿，多好啊！不行。怎么不行了，乔总？跟你爸坐1辆车，委屈你啦？奶奶，不是委屈我，我是怕有些人跟我同1辆车，他不方便接电话，不方便被我听到他说些什么。妈，我吃饱了。燕归啊，把公文包给我拿下来。燕归，你顺便把明娇给我叫下来，这不能每天都睡到中午啊。这时差也该倒过来了吧？我早上叫过了，明娇好像不在房间里。什么？是没有回来睡吧？他好像是跑步去了。跑步？懒猫一个，早上还会起来跑步？奶奶，您不懂的，现在的女孩子不管是肥是瘦，减肥永远是她人生的唯一目标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明娇好像回来了。我去看看。等会儿，奶奶刚才问起你了，你哥说你跑步去了，别穿帮啊。明娇，快点，快点儿！我来了。哎呦，你这是从外头带回来什么乱七八糟的味儿啊？哦，你就穿着这个鞋跑步啊？是踩高跷吧？奶奶，我没跑步。他们2个合起伙来骗你，还叫我不要穿帮，我怎么可能骗奶奶呢？对吧？那，你昨天晚上是没回来住？江湖救急啊，不得不去。救什么急啊你？哎呀，别提了，罗莎跟她男朋友分手要闹自杀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去抓那个负心汉回来交代喽。谁知道正好碰上这个男的和他现女友吵架吵得不可开交。你猜他现女友是谁？就是罗莎的发小卡卡，你也认识的那个。原来啊，他们俩偷偷在一起的事情，连周恩都知道，他就是没说。本来嘛，分手事项被自己2个好朋友出卖，那才不可原谅呢。那我就帮他处理这些事情了。
罢了，就弄到现在了。明娇啊，你不可以总是这样无所事事啊，是不是应该想想，出来做点事情？爸，我又不缺钱，干嘛要出去做事啊？再说这个家还需要我赚钱吗？除非你跟奶奶不想养我了。奶奶养你10辈子都够，可是一个人总得有点寄托，有份自己的事业吧。这样吧，你到公司来，我在公关部门安排个什么副总给你干，跟前辈学习。乔董事希望明娇跟来雪学习是吧？我们做事情是对事不对人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来雪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跟你同一个口径的。妈，来雪是在做实事的。奶奶不帮你，名媛呢就要有个名媛的派。你看人家婉晴，也是名媛出身，人家不是也在杂志社工作吗？现在已经小有名气了，生活的多充实，多积极呀。他做那个杂志社很了不起吗？一本破杂志，不就拍拍那些明星的绯闻了、八卦了，随便上网抄几个帖子，还敢拿出来卖。这种破杂志，求我看我都不看。要是我做，肯定比他强100倍。你不知道，我在外面认识的那些，不是明星就是模特，全都是焦点人物。那就好啊。以你这个个性，在自己公司里面也没什么成长。但时尚杂志呢，就是你的强项。我妹妹可是时尚达人呐。那乔公子是想让明娇跟着婉晴学东西吗？明娇天生就不是打工的命，怎么可以做人家下属？不是让你跟婉晴干，是让婉晴过来跟你干，让她好好的跟你学习，这行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既然对杂志社这么有想法，那你就好好的指点婉晴。我做主了，把这个杂志社买过来，给你做老板。妈，明娇汉字都不懂一个，怎么搞杂志啊？我也不懂楼房建设，也没当过泥瓦工，可是我也做房地产呢。人家也不一定卖啊。嗨，放心吧，以本伤人呐，是最狠的一招。乔总啊，今天晚上中宝饭局改到下星期了。这样一来呢，你今天晚上就可以有空了。怎么样？要不要给你安排去来凤仪家？过几天再去吧。你好。好啊，还有啊，今天万通广场的宣传计划，来雪要来，你要有思想准备见他。老实说啊，这个女儿很懂大体，她不会在公司闹事的。那你今天晚上去哪儿？我不是叫你儿子拷一份大寿的照片、录像，在电脑里吗？对。你拿过来给我吧。今天晚上我想拿去别墅给延平看。好了，那我现在啊，可以给你转达一下太后的口谕了。乔老太叫我找时间跟你讲啊，她觉得燕平的精神很好，乔老太很想把燕平接回乔家大宅，一家人在一起。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？今天早上5点多钟啊，我床头的手机就响了。你跟她说没机会跟我讲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好吧。哎啊，你稍等一下，找个椅子坐一下，别站着了。 ，I'm fine， 站着就好。你姓谢，叫我小谢。
要不要看一下我的简历？哦，不用了。你不是王总介绍来的吗？我就简单交代一下，走个形式吧。那给万总添麻烦了。没事儿，王总说你来我们杂志社主要是想学习的是吧？呀，你想学习什么？哪方面的？我一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，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，就从头学起吧，打杂就可以。好，那我想想。这样，婉晴，你进来一下。看天空，我为你挂